间我应才有偏手。当然，第一就是偶鸟，拼音就是是查东西，是查东西我用诶会怎么样？当然，躺后了哦。肚子痛，肚子痛，肚子痛就是肚子痛，我要赶快去偏手了，老嘿。肚子痛。哇，吃得好饱！哎，米儿，下次我们还可以去那家餐厅吃。对啊，它不但好吃，而且还懂便宜，很便宜耶！以后可以常去那边吃啊。哎，米儿啊，不过虽然是好吃啊，可是我刚刚一路走回来啊，我一直觉得有一点某松快不舒服哎，而且感觉有一点点肚子痛哎。啊，肚子痛哦。嗯。啊，会不会是刚刚那条鱼？你不是说它好像没煮熟没煮熟啊？一定是那条鱼没煮熟没煮熟，所以我肚子才怪怪的。哎，坏台嘞，糟糕了！我觉得我的肚子越来越痛嘞。哦，哎，米儿，我看我不去偏瘦厕所不行了。等一下，如果有人来找我啊，你记得跟他讲我肚子痛，去偏瘦厕所了啊！快去！记得啊！好。哎，我怎么好像也开始肚子痛？啊，不行，我要赶快去偏瘦了。复习时间：肚子痛，肚子痛，厕所偏瘦，不舒服，某送快，没煮熟，某煮熟，糟糕了，坏台嘞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揾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